Hello A Circle Magazine 嘅讀者，大家好，我係 MC Jennifer。其實唔係嘅，當初呢一份曲嘅第一份詞咧係講愛情嘅，咁但係後尾我就覺得呢一首歌應該除咗愛情之外，亦都可以有其他嘅發揮空間。我就不如寫下可能關於社會嘅或者關於一啲人生嘅嘢啦。咁於是乎就有懷疑人生出嚟。我認為要達到目標咧，或者達到夢想啊，一定要運氣同埋能力都在線上一齊，先至可以達成到嘅。運氣嘅嘢你控制唔到啦，但我希望喺能力方面，你每一次問自己，我有冇盡到200% 嘅努力，你都能夠好自豪咁答係啦。同埋我都覺得咧，如果你知道自己目標喺邊度，轉幾多彎，快定慢都好，只要向前行就會去到嘅。咁近排咧就有報道咧 cap 翻你7年前喺街頭 busking 嘅受訪片段啦。你由當日嘅熒幕寫住街頭表演者，搖身一變做今日嘅人氣實力男歌手。你有冇睇過嗰篇嘅報道咧？你回望翻嗰陣嘅自己有啲咩感受？其實我覺得本質上係冇變嘅，即係我覺得我仍然都係嗰個僆仔，一樣都係好喜歡唱歌。一樣都係表演緊，不過喺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場合咯。但係喺我嘅睇法，我覺得冇乜好大嘅改變嘅，係啦。OK， 先回答咗第一個問題先。冇放棄音樂，其實嘅原因真係好純粹嘅，就真係我中意唱歌，好享受唱歌，好享受自己做到唱到某啲音，自己唱到某一首歌，然後觀眾亦都會中意聽我去呢粒音嘅過程，去唱呢一首歌嘅過程。咁從中我都覺得好有成功感，好有滿足感，所以冇咩好特別大嘅目標或者係因為我嘅夢想，純粹因為呢件事令我好開心，我就覺得我應該要 keep 住做。因為咧細個嘅時候咧，我都係一個好貪玩嘅小朋友啦，咩我都希望會掂下啦。曾經嘅我咧，亦都諗過要做一個電競選手嘅，但係當時咧電競選手呢係未係一回事，未有呢個行業出現嘅。咁我就覺得，唱歌都正喎，好有型喎，同埋嗰陣時亦都有已經踏上舞台嘅經驗啦。當時係可能做一啲社區中心嘅話劇，跟住亦都有得參加合唱團會上台表演。我就發現，呢樣嘢應該係我喜歡嘅事嚟嘅喎。直至到一路去到 busking 嘅時候啦，我都仍然覺得嗰種感覺每一次都係一樣咁滿足嘅。咁所以我都幾確定呢個係我喜歡做嘅同埋享受嘅嘢。我目前嘅答案就係愛與被愛啦，因為當初出世嘅時候，最先接受到嘅就係父母嘅愛啦。咁然後我覺得係一個傳承，係一個承接啊。被愛完就應該要愛返人，係啦。絕對有，我覺得懷疑人生並唔係一個貶義嘅詞嚟，我覺得只係你嘅一個過程，同埋你作出改變前嘅一個 step， 因為你會有懷疑，最後就會出兩個結果，一係你改變，一係你堅持。咁所以無論兩個結果都好，我覺得都係好嘅方向嚟嘅。所以任何時候我都會懷疑人生㗎，可能做完一場 show 好攰啊，會懷疑人生；可能當中忽然有一場好失狀，會懷疑人生。可能突然之間有啲嘢同我期望相差得好大，我都會懷疑。但係不斷調整、不斷去承認、不斷去改變咯。咁最後一條啦，就係一條關於懷疑人生嘅選擇題啦。咁遇到以下邊一個情況咧，會令你最感到懷疑人生咧？請排序同埋要解釋原因嘅。A 就係未來2年作歌靈感冇晒。B 就係公司禁止你未來1年食任何零食，食一啖就雪藏1年。由重至輕排係嘛？最懷疑人生同最唔懷疑，最懷疑人生梗係零食啦。有冇搞錯啊？我覺得食係最好快樂、最直接嘅來源啊，係咪先？即係
身心健康、心情係一回事，但係個身體係要吸收呢啲嘢㗎，所以係唔可以唔食零食㗎。呢個一定係最重嘅。咁然後最唔介意咧，其實反而係作曲冇靈感兩樣嘢，因為我覺得靈感呢家嘢咧，其實隨時真係可能唔嚟㗎。而現時亦都有好多叻嘅作曲人係可以幫到我嘅，咁所以我唔擔心。係，好，非常好，多謝你今日嘅時間，唔該晒 MC。